咱搁来讲一个来到台湾13档的美国人，台湾名叫阿勇啊。伊若学台湾话，搁踮网络开设一个频道，推动台语文。阿勇啊嘛讲，台语若要现代化，就爱愈侪人做伙投入来拍拼。重点是用台语，台语会讲好，台语我会使讲。哦好，你好，我用台语点饮料对话拢总无问题。伊是阿勇，为美国来台湾已经13档，毋但台语真认真，佮开设 YouTube 频道推广台语文。伊特别到台南参加台语市啊，下面就面对面来教台文罗马字。我想用一个阿独个身份来，互大家鼓励吼，较接讲台语，较接听台语，较接。有读写台语吼，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阿勇讲，伊来台湾之前毋捌听过台语，一开始干那学华语，决定要留伫台湾生活，嘛感觉应该爱认捌台湾的文化，为台湾的汉字、白话字、罗马字，伊拢有法度写，嘛有法度读。台语已经伫台湾差不多有400多档的这个背景嘛，伊是会画的嘛，已经是会画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台语其实。伊的概念、伊的思路，伊拢真丰富啊。但是台语上欠缺的物件，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文字。你来台湾偌久？13档啊。13档。阿勇用伊家己的经验分析，会晓讲台语，认得拉丁字母的台湾人，要来学台语文，其实无需要偌济时间。伊捌找朋友来翕影片，来做学习台语文的实验。一个音夹起来。念会出来，安尼应该是2-3天就会当啊。但是真正是需要勇气，因为你打看到的时阵，完全毋捌看过。我希望较侪台湾人，家己有这个概念，讲，我是安那讲台语讲到遐认真，但是我毋捌字。其实这个问题影响介大。阿勇阁和阿华西合作，用台语和英文2种语言直接来翻译新闻，无透过华语做中介。阿勇表示，又伫翻译当中学到真侪新的概念，嘛体认到台语是一个有真侪自由空间的语言。台语的现代化需要更较侪人做伙投入，互这个上有台湾味的思考更较精彩。记者尤维珍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